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葉翠翠。今日我有心頭好想同大家分享，就係呢一盒護膚品啦。首先我係俾佢嘅包裝外形吸引住嘅，因為真係好 eye catching， 好靚。咁當你打開之後呢，你就會見到有兩支係一個組合嚟嘅，一支 serum 同埋一支 lotion， 就係嫩膚潤白組合。咁同時間呢，有嫩膚啦，同埋有美白嘅功效。最緊要就係用咗幾日之後呢，發現面上面嘅黃氣啦、暗啞有所改善，毛孔亦都收細咗。最緊要咧，皮膚你係感覺到咧好有光澤同埋好水潤嘅喎。咁入邊咧就有兩支，咁我示範俾大家睇點樣用啊！呢支 serum 咧可以促進肌膚新陳代謝，清潔毛孔，減少黑頭啊、暗瘡嘅形成，咁亦都可以改善毛孔粗大嘅問題嘅。同埋佢可以促進黑色素角質細胞脫落，同埋抑制黑色素嘅形成嘅喎。咁所以令到你暗啞啊、膚黃嘅皮膚咧可以變翻均勻嘅。可以試下俾大家睇嗱，2泵度咧，其實已經係好足夠噶啦，2泵。同埋我哋表面上咧見到咧，可能你有一點嘅雀斑啊、黑色素啊，其實佢底層咧可能係有5倍黑色素咁多噶喎。最緊要咧就係揀啲可以點對點修護嘅，同埋以前咧有好多嘅呢啲換膚嘅產品咧，都會令到你嘅皮膚好敏感啦、紅晒啦，或者會甩皮嘅情況。咁其實而家呢一種咧智能換膚咧係唔會有呢啲情況出現㗎啦。頭先支 serum 活性就比較高，所以最好就用翻呢一支 lotion 一齊用。呢支 lotion 咧就有活化細胞、滋養細胞同埋修復受損細胞，可以改善到你嘅皮膚質素，同埋佢可以淡化頑固色斑，等你黑色素咧冇辦法形成。咁我咧就會用2泵度啦，2泵就已經係好足夠㗎啦。可以搽全面，連眼嘅 area 咧，你亦都可以搽埋嘅喎。最緊要你要記得咧，就係一定要搽頸啊！好多姊妹都唔記得搽頸嘅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好容易會令到面同埋頸兩截色。呢兩支護膚品咧，可以解決晒我哋面上面大部分嘅問題，亦都好適合一啲可能唔係好中意咁多 step 嘅女士啦，比較繁忙嘅女士。咁兩支產品咧就可以解決晒啦。同埋我最中意佢嘅地方咧，就係好潤，但係唔立。因為你知香港天氣啦咁潮濕，如果立咧，我哋即係上妝都會覺得好困難嘅。好啦，早晚過一次就得㗎啦。不過要提一提各位姊妹，因為佢哋活性好高，所以如果你用緊佢哋嘅時候咧，就唔好再用其他含有果酸嘅產品啦，實在會太刺激啦。同埋如果你做完微針啊、laser、peeling 之後，最好都係俾你嘅皮膚唞一唞1星期之後先至再繼續用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嘅介紹啊！